邊啊，卡斯一控就甩咗腳彈翻轉頭，益薩咧就好機警嘅老大哥啊！放正選嘅費蘭道偷走個波，亦都搏到犯規，結果球證指向12碼點噃。當時呢個波佢攞到嚟應該問題唔大嘅，咁啊但係最慘嗰腳咧就先報啊，先報嘅時間就心急啊，咁啊派出啊隊長嘅安永佳，咁安永佳咧都似乎射呢個波都好有信心嘅，咁啊射出一個咧貼地波不特止啊，龍門都捉錯路嘅。未都係計咧，就上個月啦嘛，泰皇杯咁啊對住伊拉克嘅時候啦，再次操刀12碼成功得手，36分鐘主場之利嘅香港隊係領先1-0啊嚇，相當開心啊！叫呢邊咧就安永佳啊，成班球員即刻衝去角球旗一齊慶祝啊，無分彼此。即係輪到呢隻孟加拉嘅一次機會啦，送到埋 set 到二傳嚟自查祖利嘅，咁好嘢啦！咁見到就顏卓斌啊，成功係頂翻住個位先。整個上半場咧就孟加拉好似呢個波就最有嘅威脅同埋個組織係最好嘅。咁啊上半場就中國香港就領先1球嘅。咁啊嚟到下半場咧就孟加拉就開始踢下踢下就有啲改變嘅，因為啲波咧係長傳斜傳嗰啲波咧係事實話打得好過上半場㗎孟加拉。今次呢個場波就嚟自隊長巴文㗎，為俾右閘斜插冚到上嚟嘅烏甸。咁好彩啊，孟門將嘉榮出嚟都夠晒快嘅。嗱，要追翻轉頭最近個場區球員就係7號嘅祖連路啊，都爭啲俾呢邊咧就烏甸可以偷襲得手。咁呢邊個波就搶到嘅，最後呢個波可惜就笠得啱㗎啦，係腳風唔係好順啊，咁啊就到連路呢個波只要笠得準嘅話咧，就呢個波就咩啊，就可以係費蘭道啊，冇錯。我呢下戳埋嗱，如果粒中的話，你拋開比數咧，成件事爭好遠。咁啊之後咧，費蘭道由於亦都似乎有啲受傷啦嚇，咁所以到咧就退下火線啦，換入咗上場連中3元嘅功臣啊，大紅人就李小恆噃。然之後有幾多白手一次機會啦，烏甸一個傳送到埋嚟，嗱呢下就好毒㗎嚇，咁但係就遠處或者伊斯林就接應唔到，已經響起警號㗎啦！呢個波咧，其實香港隊好多球員喺度啊，都俾佢 send 到個波埋嚟。最後呢個波其實佢係掂到㗎，不過就撻咗 Q 咁解啫嘛。咁啊，球亦都見到咧，就喺呢邊啦，門將謝家榮一下大腳送到埋嚟啦，一壓之下，嗱留意呢下啦，周元德嘅防守啦，咁啊球證認為佢又踩中咗23號嘅蘇美，咁啊吹罰之下。